新店有一个金城新村，因为过去住伫内底的人拢是国军的干部，所以才互号做将军村。这几年市府当咧办修复工程，目前有15栋历史建筑已经修复好势，参观众朋友做回来看卖。阿门头厝遐加上老冠村特有的红色房仔门，这过去是新竹市的金城新村，大家甲号做将军村。自104年开始进行修复，目前完成第2期工程。团队希望除了将老建筑原地的冠村味保留落来，买当有新的瓦力。木构造的部分，我们保留它原来的工法。那这些旧的瓦修复回来之后，也用它的工法。那在室内的墙壁的部分，因为早期早期比较特殊，它有用到一个白灰。来都当做这个墙壁的那个粉饰面，那这个白灰部分并不是每栋都有，所以我们在各栋调查完之后，也把该有的白灰也把它保留下来。总经费花2亿将军村修复工程，总共有15间老冠村宿舍。目前除了修复工程完工以外，刷落来把暗算招在地业者合作。变成一个文化生活园区。那预计在最晚在今年的9月、10月之间，能够把这个12栋也整个打开，让整个像军村15栋的这个园区能够全面性的让民众开放。也希望说能够让民众在这样未来的参访过程中，能够在这个眷村的纹理之中，也可以了解到一些知识学习的一些主题的一些这样的学习建构的可能性。这样，未来将军村卖定定办理文史展览，除了让民众会当更加明白将军村过去发展甲历史文化，嘛亲身感受眷村生活。记者杜君和新竹报道。